歡迎收睇家視台，擴闊國際視野，深入剖析時事。我係主持人黃善勇。日本同美國喺4月17號舉行關稅談判。據路透社報導指出，美國國債喺上個星期遭受大量嘅拋售，日本公司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即使日本政府事後否認，但係已經導致咗美國國債長期收益創下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嘅最大嘅漲幅同埋跌幅。本應扮演金融動盪避風港角色嘅美國損失慘重。部分投資者推測，由於特朗普貿易政策嘅影響，日本、中國等全球外匯儲備最多嘅國家正在重新評估應該持有幾多美國國債。今集我哋講石破茂警告美國。首先，等我介紹今集嘅嘉賓先。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陳傑博士。大家好，我係陳傑。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陳鳳翔博士。大家好，我係陳鳳翔。傑哥啊，即係其實美國同日本之間嘅關係咧，即係好複雜嘅。咁有啲人咧就話，其實咧美國就恰咗日本耐啦。所以今次咧喺關稅戰咧，中國硬剛日本咧，令到好多日本網民咧拍手叫好嘅。咁你認為咧中日關係有冇解凍嘅跡象咧？其實最近咧中日嘅關係咧，其實都有一個幾微妙嘅一個轉變喺當中。大家都知道，即係美國同日本嘅關係咧，其實係非常之緊密嘅啊。基本上包括喺台海事務上面，其實真係唔關你日本事，但係喺美國嘅一個叫做煽動慫恿之下咧，咁日本居然係官方都係咁講啦，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啊！即係大家可以睇到日本有陣時為咗美國咧，亦都不顧佢自己嘅利益。咁呢一個轉變咧，我覺得就係喺美國嘅關稅大棒我哋講地圖炮之下即係唔理咩國家，亦都唔理盟友唔盟友就一律咁樣敲打之後咧，好似係有啲轉變即係包括日本呢個咁傳統嘅盟友都開始去三思，到底應該何去何從咁當然我唔係話佢即刻會嚟叫做完全嘅向我哋靠攏，但係我覺得呢啲亦都係我哋需要去努力嘅一個方向。其實中日之間咧，真係叫做搬唔走嘅鄰居，佢就係喺你隔離，你更唔中意，你都要學習同佢去相處。其實呢個學習相處，大家我諗係互相啦。啲日本都要去學習點樣同我哋去相處。你話石破茂今次嘅一個叫做反應咧，我諗係叫做有少少熱臉貼在冷屁股之下所作出嚟嘅一個反應嗱，佢叫做執掌咗首相嘅個位置之後咧，其實係去過美國啦，亦都同特朗普釋出好多嘅善意而特朗普喺當時咧，亦都係拍晒膊頭即係好似係叫做個關係好鐵咁樣。但係你睇今次嘅貿易戰之下，日本都唔能夠幸免，而且日本咧出口去美國嘅汽車佔咗日本自己嘅經濟相當重要嘅一部分，而今次美國亦都係針對日本嘅汽車咧係徵收25%嘅關稅。咁其實咁樣嘅做法令到日本其實幾痛苦嘅。你諗下，特朗普講嗰句説話，佢話好多國家打電話俾我佢哋咧就爭住要錫我個 pat pat 咁樣講。咁你認為特朗普講嘅呢一紮國家會冇日本份咩？我相信日本佢自己心知肚明，佢自己就喺其中一個。即係如果你石破茂你係有打過類似嘅電話俾人，而家俾人哋咁樣講，老實講係當眾嘅羞辱。即係你嘅熱臉今次貼咗冷屁股啦。咁你係唔係要翻嚟要重新調整你同美國嘅關係而且美國你睇特朗普係講到白攞美國嘅你要我保護你都唔俾錢。其實日本喺呢方面係俾咗唔少錢㗎啦但係佢都覺得你唔夠。咁其實對於日本嚟講，而家佢重新嘅去審視同我哋國家嘅關係咁希望即係話唔好過度嘅依賴美國。我諗係一個好合情理嘅一個咁樣嘅安排。如果以呢個
廣場協議為起點咧，今年啱啱係日本失落嘅40年。咁啊，美國正係呢個事件嘅罪魁禍首嚟嘅。咁日本咧會唔會借此機會咧，借呢個關稅戰咧進行報復咧？睇翻今日嘅主題啊，係講日本同美國，實際上仲有中國，離唔開呢個三者關係。日本戰後嘅貿易可以分做5個階段。先講之前嘅，大家都知道日本戰敗係因為美國包括在內嘅其中嘅理由投放咗原子彈，所以日本冇乜話語權嘅。咁戰後點解日本又會咁威呢？除咗戰前有基本嘅實力之外，留意喺一個1949年之後，中國成立就發生咗一場亞洲嘅戰爭——韓戰。美國過嚟參與，涉及到嗰個地理問題，日本就扮演個角色。喺當其時，美國嘅軍事基地就借助日本去進行呢一個韓戰之間嘅支援。喺咁嘅環境之下，無論提供有關嘅物資呢，日本都扮演個角色。亦都喺咁嘅環境之下，美國幫助咗日本重新戰後經濟起飛，生產嘅貨品、生產嘅物品，幫助美國進行呢個戰爭，幫助佢哋有關嘅軍人嘅生活。呢個第一階段，亦都幫助咗日本戰後重新成為一個經濟上嘅大國。佢對中國嘅關係自然唔好咧，企喺美國嗰邊。幾時改變呢？亦都同美國、中國之間嘅冰解凍有關。破冰係1972年，尼克遜嚟到中國，日本都喺呢個時間咧，同中國釋出呢個善意，包括借助中國人口嘅大市場，日本物品賣去中國。而中國嘅廉價勞工，日本亦利用呢個機會咧，進行呢一個加工等等，所以日本亦都成為當其時我哋喺亞洲要學習嘅大國。佢嘅家電啦等等都成為我哋咧模仿購買嘅對象。跟住就係屬於日本汽車啦。呢一個環境之下，亦都令到我哋中國咧進一步開始發展自己。環境再落去，日本太大啦，美國睇唔順眼，所以就會產生咗1985年。我開始出嚟做嘢啦，見得到所謂廣場協議，美國加埋佢盟友一齊，包括英國啊、法國在內，針對日本要去匯價大幅升值，逼日本匯價大幅升值。升咗值之後，日本嗰個價值就會冇咗吸引力，即係佢嘅貨品。所以亦都喺咁嘅環境之下，日本嘅經濟由高位慢慢回落。曾幾何時，當時係世界上經濟第2大嘅地方，亦都開始轉下啦。呢個就係屬於你同美國關係好嘅時候，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好好。當佢發覺有挑戰嘅時候，就將日本糟質得去另一個世界。呢個第3階段，跟住去到第4階段，就特別係針對拜登呢一個時間去對付中國，所以就拉攏咗日本一個盟友，冇討價還價能力嘅日本，要去成立4方芯片聯盟啦、印度太平洋嘅經濟框架啦。全方位係針對中國，強化供應鏈協定，所以到呢一個階段，其實日本都冇乜話語權。直到今日要討論嘅特朗普對日本啊，傑哥所講嘅，其實日本有冇話語權呢？似乎冇嘅。你同佢第一批示好，話願意同美國傾，最後換嚟一面皮。喺咁嘅環境之下，就見得到今日石破茂似乎又走向中國，可以咁睇啦。整體日本喺戰後都冇自己地位，美國要佢好嘅時候佢就好，當美國對佢唔好嘅時候，佢都冇一個真正嘅朋友。今日可能特朗普將日本再推向另一個世界，係咪真係同中國走返好呢？可以值得大家細心再觀察落去。呢幾日咧，我留意到咧，日本執政自民黨嘅政調會長呢個小野寺五典，呢個其實好重要嘅一個執政黨入邊黨內一個好重要嘅官員，佢不斷地出嚟解釋咧，就話日本唔會將呢個美國國債作為今次日美之間談判呢個關稅嘅一個籌碼嚟嘅。但係我成日覺得佢唔講還好，講我覺得係有少少係此地無銀。大家都知道，根據美國財政部嘅數據咧，到咗今年1月咧，日本持有嘅美國國債達到10,079億美元，係美國最大嘅外債嘅持有國嚟嘅。其次係中國，係7608億美元。
咁啊，作為兩個最大嘅持有美國國債嘅國家咧，會唔會喺今次嘅關稅戰咧，大家暗中攜手咧？即係大家值得觀察。但係有一點我比較係有期望嘅，係因為咧石破茂大家知道係公認嘅係呢個田中角榮嘅兩個學生之一，一個咧就係安倍晉太郎已經俾暗殺咗啦，呢個咧石破茂係另外一個學生嚟嘅。咁啊，因為田中角榮喺中日關係正常化咧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佢嘅角色係點咧？其實咧，日本咧好矛盾嘅，喺國際關係之中咧，佢喺美國面前咧要扮演好忠實地盟友嘅角色，但係咧喺個經濟方面，佢非常之倚靠中國，要同中國改善關係，即係好似頭先傑哥所講咧，係永遠搬不走嘅鄰居嚟嘅。即係尤其係今次咧，面對日本嘅排放核污水呢件事之後咧，其實日本而家好想討好中國，令到中國可以重新購買日本嘅海產品，所以呢樣嘢其實係今次咧都係因為中日雙方咧面對美國關稅戰，其中一個大家可以互相傾嘅一個重點嚟嘅。結果啊，我覺得咧美國而家嘅所作所為，尤其係特朗普呢啲成日都話要令美國再次偉大，但係其實咧係不斷地整衰美國。呢種咧就已經顯現咗一個帝國衰落嘅先兆嚟嘅，就係低估咗對手，高估咗自己。你認為咧美帝國喺呢個衰亡之中咧，將會點樣發展呢？我諗而家全球咧係一個本來叫做相對穩定嘅一個局面咧，就俾特朗普上任之後咧叫做打到亂晒嘅。有部分人士居然係講話，其實中國你太強硬回應啦，其實你唔回應或者你唔好報復，即係特朗普都講你唔好報復啊咁啊，即係佢話嗱，如果你中國冇報復，咁啊冇咁嘅事情咯，就順一順佢咁啊算啦。乜你個認為你順從美國你就可以換到呢個叫發展？其實一開始嘅終極目標就係中國。我喺其他節目都講過，其實係美國喺度選擇緊邊啲人可以靠攏即係幫助美國重新建立以美國為中心嘅供應鏈體系，將中國排除出去，或者講將一啲選擇同中國為伍嘅國家排出去。嗱，我諗特朗普係想藉住關稅戰去做到呢一個終極目標嘅啫。佢知道佢冇辦法完全嘅禁止呢個叫做中國嘅一個崛起，只不過希望中國嘅崛起能夠對美國嘅嗰個叫做霸權嗰個式微即係盡量減少，即係佢係式微緊，但係你唔好再令到佢式微嘅速度加快，或者式微嘅範圍再擴大。咁佢大家睇到一開始嘅時候就講加拿大成為佢一個省，咁呢個唔係講笑嘅，包括格陵蘭佢要收購。其實大家喺地理位置睇到，佢就想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嘅叫做北美帝國，我係咁樣講將佢擴大咗成為一個北美帝國。咁中國你就你自己你嘅供應鏈，我有我嘅供應鏈，佢希望做到個終極目標咁樣。而家我諗中國要爭取嘅就係第一係時間。爭取更多嘅時間去建立我哋自己嘅一個體系。第二係爭取更多嘅朋友去加入我哋嘅呢個陣營嘅當中。即係之前都講啦我哋國家領導人都出訪咗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呢啲都係我哋嘅傳統上，第一喺地理位置上同我哋靠近，第二亦都係尤其是馬來西亞今年嘅東盟輪值主席咁亦都相信喺整個東盟度都會發揮一啲比較關鍵嘅作用，所以我哋去選擇去呢度。其實事情發展到呢一度咧，我諗有部分或者喺度猶豫緊嘅國家，到底應該去選擇邊個嘅時候，佢都係睇邊個實力夠強嘅啫。而家我哋睇到嘅就係美國已經被燒傷㗎啦頭先正如勇哥你咁講即係大家都講美債係一個資金嘅避風港，你而家都已經扮演唔到呢個角色啦。你點樣去爭取你嘅盟友嘅支持呢？而且我講中國可以用嘅工具箱入邊嘅工具，遠遠比大家想象中嘅要多就最近大家睇到波音飛機我哋都可以唔要
乜你覺得如果我哋冇底氣，我哋會作出一個咁嘅選項咩？我諗唔會。種種唔淨止係對美國嘅進口，甚至乎到美國嘅出口，你所極之需要嘅金屬，我哋都可以作出更加嚴苛嘅一個管制，對佢造成一個叫做我甚至講係致命嘅打擊。到時就睇啲人其他國家係點樣作出選擇。Wilson，特朗普同埋佢嘅團隊咧非常之粗鄙，同埋咁嘅豬隊友咧點樣面對今次呢場呢個同世界打嘅呢場關稅戰呢？用今日主題睇翻個大局咧，已經由直接嘅關稅加減清單上嘅豁免等，進入咗另一個階段。先睇中國嘅還擊，已經係講我哋會針對美國嘅文化，因為美國嘅文化出口、電影出口好多嘅，所以喺嗰方面咧，中國作咗一個好強烈嘅表態，而且文化之爭係未完，啱啱開始。進一步由日本嘅態度睇得到，已經兩個大國美國、中國轉向周邊嘅局勢進一步發展。以第一站為例，領導人去到越南，睇翻越南過往嘅一個多星期裏面嘅轉變就好明顯。大家知道，當特朗普宣布一個加徵關稅嘅時候，4月初最早出嚟認錯嘅包括越南在內。當其時就話啦，我係弱國，我係細國發展中國家，所以我對美國有好多關稅。美國又調翻轉，最惠國待遇就減到嘅。結果越南就話：你乜都唔使講，我先將個關稅全部降到零。哇！呢種態度係唯一越南係最突出嘅。咁嘅誠意夠唔夠呢？個答案回應令人吃驚。可以睇翻啦，臭罌出臭草，特朗普語無倫次，藐視唔睇好所有嘅盟友，而佢嘅左右手都一樣。點解呢？聽聽個回應咯。白宮高級顧問納瓦羅喺電視訪問直言，零關稅係毫無意義針對越南。美國要消除嘅逆差，零關稅遠遠唔夠。問題在於傾銷同出口補貼，非關稅嘅欺騙。人哋對你釋出善意，特朗普咪叫你釋出善意嘅，但係回應就係冷嘲熱笑。特朗普再講：你錫我個 pat pat，中文譯得唔夠到位啊 ！pat pat 嘅核心點先係英文所講嘅要害啊！簡單明白就係話，你對佢釋出善意，佢就冷嘲熱諷，換嚟嘅係一面屁。你係越南，你係日本等等唔同國家，你有咩感受呢？轉而代之，中國領導人去到越南所講嘅係另一套説話，有禮，亦都係重視交情。仲要係授之以漁。我哋知道越南接咗中國唔少低端嘅生產，要勞動力，價錢買得唔高。但係中國越南係做乜嘢啊？係幫助發展高端嘅產品，講高科技，講創新，仲要將汽車嘅製造同埋有關嘅處理帶去越南，直情係雙贏見絕。中國仲幫助越南起埋呢一個有關嘅基建，打通中國越南之間嘅往返。有幾多產品都好，冇好嘅基建，你點運出去呢？所以真係講唔完啦。中國嘅紂王無道最終滅亡，特朗普更加係黑幫之中係無道嘅黑幫，不尊重朋友，講嘅係令人冇得落台嘅，亦都唔識得去分析是與非。咁嘅特朗普其實距離滅亡不遠了。呢幾日咧睇呢個白宮嘅網站又有新搞作。其實咧，特朗普喺今次嘅關稅戰咧已經係鬧咗一個世界級嘅笑話嚟嘅，就係不斷地加碼，不斷地對一啲國家咧欺善怕惡，但係對中國同佢硬剛嘅國家咧，竟然咧最新嘅情況就係話想對中國嘅商品徵收245%嘅關稅。中國一早已經話美國呢啲手法咧係小學雞嘅做法，一早已經話唔同佢一齊玩啦。但係美國仍然玩緊呢啲小學雞嘅手法，所以令人覺得咧美國呢個國家點解淪落到今日地步咧？所以我嗰時人都講嗰句説話咧，有咁嘅人民咧，先至會選出咁嘅總統，先至會令到呢啲國家咧不斷地向下沉淪。今集我哋講到呢度先，下一集再見。